奋击百万，沃野千里，蓄积饶多，地势行步。此所以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。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。在下苏秦参见义后。苏公子，快请起。可否进去说话？请。敢问义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梦莹一拜。义后不必如此，实在是折煞在下了。当日梦莹被困韩国，求守垢面，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。您身为秦公主、燕王后，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，苏秦扶危救弱，义不容辞。郭襄子之害我母子，祸乱燕国。苏公子人人君子，使梦莹脱离大难，大恩大德，感激不尽，自当重谢。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呢？苏公子救我于水火，梦莹无以为报。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，苏秦只求惺惺相惜。现在看来，义后也不能免俗啊。苏公子洁身自好，梦莹知道，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。义后若真想谢苏秦，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。至于这些财宝，在下不会接受。梦莹愚钝，既羞辱了公子，又羞辱了自己，还望公子见谅。哎，义后不必过分自责。在下失礼了。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过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九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之后无意勉强，天命在周，九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。大王，大王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也。敢下！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言之以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大王，一定的，我就说不行。好奔！
你，大王。大王，臣尽力了。无能。秦侯，你输了。看来秦国敌。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，更为妥当？王后，国美人服侍大王10多年了，即便是没有功劳，也是有苦劳的。求王后给他有点颜面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今日我要不罚他，怕他是没有记性。珍珠，是。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，要打得响亮，打闷了，打轻了都不算数。是。打呀，快打呀！打太轻，这下不算，再打。王后，火气不必太盛，刚立了夏，还没入伏，火气大了，容易伤身。大王的长姐，尹夫人，想不到这么巧，在这儿会碰到王后。自大王大婚，我这是头一次回宫，就撞上了热闹。大热天儿，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？快起来吧！尹夫人明鉴，臣妾无罪，不过就是多说了2句，并没有犯什么大错。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！王后乃后宫之主，无论是大错小错，罚你总有罚你的道理。这些世子们倒有一个个都玉树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人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，更何况是食色性也。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南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所打算的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么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啊？
可是东乡而立之人，正是，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，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他们俩也是郎才女貌，缘分未尽。可万一大王知道了怎么办？大王如若知道了，那就是大王的事了。反正我从来都不知晓公子燮还活着，也不知道芈月与他有来往。王后就打算这么隐瞒下去？姑姑真是好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何来隐瞒？姑姑，我去睡一会儿，有事叫我。夫人，把我教你的那些话传到了吗？是。好，事到如今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夫人，还不知道王后对此事的心意，是不是应该去那边探探口风？有道理。梅儿，你去把那个装糖人的盒子拿过来。是。上次公子荡打坏木头小人，王后差人到处寻找，我这儿整整1沓的桃仁，这回可公子荡玩一阵了，也好让王后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姑姑一个人品茶，好消闲呢。王后午睡了，奴婢趁机松松骨头。这是给公子荡一点心意，望姑姑替我转交。不过我这儿有一方子，是早些年魏国美人勋将王后护理秀发用的。此方先要采摘金鳞草、白芷、山西宫滇香、辛夷晒干，再加大黄、粉丹皮、细辛细研磨成粉，加少许麻油拌匀后晒干制成。在头发洗净后，将粉末撒在头发上，再用篦子细篦去。用此方后，不但可使头发香气袭人，还能长久保持柔软光泽、细腻如丝。妹妹，你不妨试试。都说宣江真发如云，不屑敌也，原来是有这么好的方子在帮他。可是这个秘方太过繁琐，妹妹是慵懒之人，繁琐之事都避之不及。哪用得着妹妹亲自动手？我那儿就有现成的。莲儿，一会儿跟美人端一坛过来。是，妹妹怎敢如此劳驾姐姐？你我姐妹相称，还分什么彼此呀？那谢谢姐姐。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吧。你们这是？我听说美人妹妹刚刚入宫，人地两生，唯恐下人伺候不周，特来照应。我们已结为姐妹，愿同心协力，共同侍奉大王。同心协力伺候寡人？南后姐姐一片赤诚，体贴入微，待臣妾如亲姐妹一般。南后宽仁大度，开诚相见，实为后宫楷模。看到爱妃相处得如此和谐，实在是寡人